來看這個苗栗竹南啊，這個警車掠歹人啊，47歲黃姓男子啊，伊開車無拍向燈去哦，警車來對着，這愈開愈緊，最後去弄着警車才停落來。這個員警啊，就請爬出來，伊只好配合一查，發現伊不但是無駕照，而且毒品快篩伊嘛是有反應的，所以一捆頭才開5張罰單，愛納19萬的罰款嘛，按照公共危險罪來上辦咯。烏色的轎車經過路口，打油門加速，後邊警車示警愛停車，不過駕駛完全無要插，駛入去細條路烏白撞。警方一路甲帶到山咖里國道3號交流道下骹，另外一隻支援的警車到位，冒險駛正向甲包圍，烏色的轎車弄着警車，前後攏互擋着，員警就隨夜請話聲，駕駛才乖乖落車。警車轟動甲密密麻麻，車身佫落落。事發佇咧苗栗竹南，昨暗時11點外，駛車逃走的47歲黃姓查甫人，因為違規無閃方向燈，互警方攔查，想不到伊煞走互警方入。警方進一步檢測，佫發現查甫人若是無照駕駛，佫駕毒駛車。黃男自稱因無照駕駛逃逸，警方對其實施毒品唾液快篩，結果呈安非他命。陽性，查甫人駕毒駛車，心虛走互警方入，這個過程是規路攏違規，加上無照，佫駕毒駛車，互警方開5張罰單，總計上懸得要19萬。加在對入的過程當中無傷到其他人甲車，駕駛後續嘛用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。